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经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，伊也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经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长老来旁杯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经安尼来孝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弟弟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愿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对你的疼，愿通领受圣餐，互阮会当踮伫遮三自集、三分享，也清楚知你疼惜阮每一个人。也知影阮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。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以后通荣光上帝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是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咱要做伙用奉献来成做咱的回应。请坐，请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务的报告吼。咱的伯克利圣经学堂读到马可福音4章35节到第5章20节，请咱注意吼。好啦，咱今仔日已经为着这几位兄弟姊妹来行成人洗礼以及小儿洗礼。因为有一位要更新礼，因为今仔日伊需要出差吼，所以咱延到后礼拜来为着自开举行更新礼。好，过来，咱等下伫第2堂礼拜刷以后要召开小会，所以请咱的小会员来注意。过来拜1、拜2是迄个国定假日，所以办公室会休困吼。好，我所出版的诗集踮伫教育大楼遮，所以欢迎咱自由来摕自由来奉献。好，这是马街的日记吼，马街日记已经要再版吼，所以伊有一个优惠价，就是即马定价1500，若是对教会者来摕是1000块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买马街的日记的，来请咱的办公室这边来登记。好，5月22下晡，5月22是咱释教，15是释教纪念，22就是意思就是讲，今年咱释教纪念了后，咱准备要进入120周年，所以青年牧区办一个活动，要办华向120办公椅接力大赛，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来参加。你无一定要做选手，你会当来做应援团。做啦啦队吼，迄天下晡总务部嘛有甲我讲，咱的大扫除就延到迄天下晡，所以咱1点会当5月22下晡，咱要做伙大扫除，大扫除完就来看到底这个选手要安怎办公椅接力啊，好所以请咱会当来注意，咱阁有教会遮有一课程，有兴趣的请咱来看咱的周报吼。
好，咱今仔日有几位兄弟姊妹踮伫咱中间我先来介绍，这有大小郑老师的大哥吼，伫遮大哥甲大嫂吼，大哥甲大嫂伫遮因甲黄老师拢是足好的朋友，所以特别来参加。包括有陈廷伟踮伫后面，今仔日来看阿哥的受洗吼。咱欢迎因。再来，咱头拄有介绍黄老师的家庭，会当请黄老师的家庭拢徛起来，互咱大家搁一摆熟悉一下，好无？头拄搁有信柔的家庭吼，信柔甲嘉瑞因的亲人踮伫咱中间的。好，请坐。今仔阁有啥物人的家庭嘛来伫遮？再一次硕阳兄，你们的家庭一起站起来，给大家再认识一下。伫迄边遐吼，硕阳兄因的家庭吼。好，再来穆勒因的家庭，穆勒的家庭来伫遐李牧师。再来永贞来嘉恁。这个家庭，施恩甲伟玉还有平顶路，因拢做伙转来参加永贞的洗礼吼。好，咱等下礼拜刷以后，咱受洗兄弟姊妹老婆，咱要做伙踮伫礼拜堂遮来合照吼。所以请咱等下有洗礼兄弟姊妹伫礼拜刷以后，咱游玩留伫遮，咱准备要来拍迄个纪念的合照。咱即时来唱祝福切恳的诗歌，咱起立来吟专首，吟诗煞请牧师祝祷。关注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关注所靠你心性的安宁。亲像当到我水，伫蒙雾黑暗面看到主的光。愿主恩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所靠你心性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厅堂，亲像当到我水，伫蒙雾黑暗面看见主的光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对答直到永世代。阿门。谢。
搁补充一项吼，咱顶礼拜有替添树兄举行告别礼拜，所以今仔日美玲姐有踮伫咱中间，也特别咱来致谢吼，美玲姐踮伫后壁添树兄的家庭，请咱也继续关心添树兄的家庭，踮伫主的厅内面，咱常常关怀。